正确的检查，不管是中医或者是西医，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评估，而且针对个别的体质、加生活形态，制定个人化的减重计划。台南市一名31岁林小姐，因为体重过重，一开始透过饮食的控制，加轻度的有氧运动，但成效无好，一直甲走路会喘，甚至脚头有会酸会痛，才寻求中医的协助。经过台南市立病院中医师郑硕平的辩证下药，透过针灸合并中药的治疗，一冬内已经成功减重20公斤。中医呢，在治疗减肥呢，它跟西医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呢，首先我们先谈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其实我们都会给饮食控制啊、运动啊这些卫教那也会给他一个好的睡眠的建议。但是呢，中医跟西药呢，主要是差别在治疗的药物的不同那就我所知呢，西药呢目前大部分是以罗氏鲜为主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罗氏鲜的药物。这个药物呢，它可以让油脂被吸收，那就会排油便，让我们人体不会吸收掉这样子。那这个作用机转跟我们的中药不太一样，我们中药主要是还是会以麻黄或是一些代谢水分的药为主，那麻黄这个药它比较是针对增加代谢，然后抑制食欲的部分。所以呢，如果像针对说一个患者，他如果今天真的吃很多咸酥鸡，吃很多高油脂的食物，那今天要配合吃个罗氏鲜，来排掉这个油，那 OK 那蛮适合的。如果今天他这个患者他是吃淀粉类吃很多，那配合这个罗氏鲜吃效果就不会很好。所以还是要看个别的形态。郑医师强调，虽然西医也有真侪减重的药物，但减的看是对油脂或者是淀粉类有效。亲像林小姐较无法度控制食欲，中医就用麻黄来抑制伊的食欲，但麻黄有一定的剂量甲副作用，一定要经过中医师的评估。台南新闻林根许曼珍采访报道。